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元啊。大家敢有发现我的头鬃有啥物无同？今仔日咱的主题就是做头鬃。做头鬃汉字写做做头鬃，罗马字写做知耳者，特鳌头，知肮脏。做第三条，头第五条，鬃第一条。不管是查甫囡仔还是查某囡仔，爱水本底就是真自然的代志。像阮爸爸三不五时就会去洗头做头鬃，甲我同款。查甫去剃头，看是要剃平头、女乌头。女乌头就是剃光头的意思，也是要加3分仔头、5分仔头，外国介时行的海角仔头，拢会使，只要家己介意就好。若是有流侪味，就要定定收，较袂插着目睭。有的人破平、破中央，也是破边啊，看你的面型较适合倒一种。啊，头毛若伤高，就爱拍补，会较清爽。查某囡仔头毛要洗头，通常会先剪、收、洗头。若是要电头鬃，就用管啊、药啊落去电，看是要电大管的，还是细管的；要电好球，还是要电好直，拢有法度。啊，若要染头鬃，看是要染什么色？要染一撮、一片，还是染规粒的，会使做足侪变化。咱若是发现有人去剪头毛、去剃头，会使甲伊学了讲：1日剃头，3日烟头。这句俗语的意思是咧讲，剃头了后，人看到较清爽、有精神、较烟头款。佫有一句俗语讲：头剃啊，无洗敢袂使。意思是咧提醒咱大家做代志唔通做一半，要做就要甲做较好，有头有尾，安尼较好势。溜做头鬃，洗头，剃平头，坐眉，拍补。1日剃头，3日烟头。头剃啊，无洗敢袂使。有时若心情真歹，我就会去互人洗头，洗倒一下，换头鬃型，有好心情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